炎热的夏日，来到南台湾美浓，感受道地的客庄魅力之外，当然也要找个地方清凉一下。听说狮山社区的居民为了让现代的年轻人能够体验客家前辈生活智慧，推出清凉消暑的狮山大字飘飘乐。我跟呱呱当然要赶紧报名，希望能够都吼巴里告税。小姐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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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我想玩漂漂河。我们漂漂河，欢迎你哈！欢迎你们哦！会不会很深啊？不会啊，那个水不会沉吗？妈咪，我要东河巴黎告税。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走。我先走了。好，走，去玩漂漂河。乘坐橡皮轮胎漂浮在水上，在清凉的溪水里头随波逐流，感受大自然的微风。在虫鸣鸟叫的伴奏声中，体验当地人复古玩水趣。我终于要坐船回乡下了。都吼巴里告税好不好玩 ，baby？ 好玩吗？都吼巴里告税虽然只有短短几百公尺，但光是泡在吼巴里，呱呱就相当开心。社区里的大哥说，还要带我们去体验另一种特别的玩法。後邊業務書呢，同埋過河巴捉呢，將足球做過河巴交通工具。你有聽懂嗎？他說以前呢，在吼巴里面呢，沒有橡皮圈的時候，就只有用這個竹筒哦，知道嗎？好不好玩？那會不會沒有抓住就會會飄走？就沉下去，啊，就飄走了。所以你要抓緊哦。看看呱呱在竹筒上滚来滚去，真的是太有趣了。玩完水之后，我跟呱呱的肚子也已经饿得咕噜咕噜叫。我们要去吃美浓客庄的美食代表之一黏趴饭。原来彩色板条了。媽媽東牆呢？对呀，好漂亮哦！你觉得它像什么？彩色瀑布。你想不想吃黏趴饭？想。很好吃的感觉，对不对？对。你要说后生。好深。妈妈。baby， 我觉得美浓啊有好多好吃的，又好好玩呢。那你最喜欢的是什么？我喜欢都吼巴里告税。